你若互你囡仔做依赖，吼，你敢无你口诶人啊，是讲你诶工作做依赖，你若是工课公司做依赖，你伫即间公司你诶薪水，你会得到诶，你会啥？福利好，为虾米？公司若依赖你即个人才啊，你是袂当得到真好，还是？吼，你若是厝内底诶人依赖你，伊就安怎不断给予，不断给予，你不断给予，他之后当他依赖你之后，你讲来向前走，向后走，向左转，向右转，伊敢会听诶？伊会听诶啊吼，所以讲要互一个人来当他记住哦，不管你是倒一边诶人吼，你就是讲，你爱嘛爱摆了，我爱摆互伊知道，吼，请咱会重要，咱会重要，你就知影，讲你要，先讲你要家己，我无你家己去怀疑，你就是爱互人家尊重我，就互伊去，你莫再讲话嘛，啊，咱即摆囡仔吼。咱讲囡仔有啥？即摆要互咱好，要互咱规划的心情是好，较有快乐心情样。啊，各位先生，你的囡仔敢有咧滑手机，敢有咧看手机啊？啊，大人咧，囡仔咧讲了，大人敢有咧看手机啊？还有规划，啊有一个人安尼想，要规划你见的啥物拢是前面迄个手机啊，放在人家即个就是讲，莫去甲伊讲，啊，咱家己种啥物啊，花拢时间用，啊，拢做，啊，搁有安那搁来买，真正教练会使伊咧当时间去手啊，拢一直练习，即个功能拢送来，啊，无规时啊嘛，家己拢会面即个人咧规划计划啦，哦，啊，搁来就是讲，将用短期变到品质，你若要甲决断，要甲伊的行为用啥起码有即个人的行为甲伊的，不管是在练啊，或者是要甲伊伊的物件甲抢换位，要换位是爱甲伊换断过来，要甲伊配，爱早伊会甲配，结果这样咧，伊要啥你就互伊啥，伊要啥你就啥，这个是讲这个时间法，世界的世界的公正的原则之中，拢甲伊讲做是啥？计谋，用计谋，计谋天，啊，所以后尾也讲，要幸福强义，所以他以为行为来，这个就是啊，主要是要讲主要是我们啥计划，用钱要做起，做这种真正，你计划做真正，你就是咱安怎赢过迄一关吼，做大事，你今仔若要筹策这个，你就咱用计，你的计谋是无甲做有吼，啊，拄仔讲的，啊，咱就是安那无封闭性，啊，互伊依赖，还是吼，安尼然后互伊封闭，互伊无封闭性，啊，互伊依赖，啊，互伊安那，我袂做，拢莫甲管，啊，互伊要啥，啊，我要手机啊，我要啥，互伊啥，我要钱，你就是讲互伊类似安尼，就是予取予求，到尾啊，你就有法度安那行为才有法度恨强之心。咱人体咱就是世间就是一个恨强心。各位先生，敢有想要健康？啊，敢有想要好养？啊是，人拢爱，人爱钱，人爱好养。啊，敢有想要拢家庭圆满？大家嘛拢爱，大家拢嘛爱迄个，所以去庙拜拜拢安那平安健康大趁钱啊吼，像这三个嘛吼，啊拢大家拢爱，啊敢拜的拢有吗？啊，拜的拢有吗？拜拢有，代表是一种信心。咱若拜了，爱去拜的，你咧爱的是啥？咱头拄仔讲，咱爱信是啥物？咱拢对师傅讲，我爱我平安，我才会拜；爱我趁钱，我才会来；爱我健康，我才会来。我若无平安无健康，我要哪来做啥？对不对？各位先生，你讲是安尼无？年轻时大家要智慧，大家是用时代观相关。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在这里？所以啊，所以你讲这个讲，你也是讲，人来提醒自大啦吼。啊，伊讲比喻人啊，不可以背离核心。你这筹谋是安尼，你迄个计划筹谋的核心吼，你袂使
个个人啊，然后因缘各本各人的因缘果报好还是不好？啊，因个都歹的吗？哪都歹，科学显然是爱咱这一家，能理解后学的意思吗？因缘果报不一定都不好的，各位浅显想想看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果报不好，为什么你可以坐在这里？这个老师甲咱讲，进国门啦，不会贫穷啊，出国门嘞，出了进了我的门，不会让你们贫穷，出了我的门嘞，嘛袂互你讨厌，为什么？咱就是过去拢是对不起你，所以咱今仔较有法度，大家咱拢比这个宝贵的时间，选择大家共聚一堂来共同学习，各位浅显讲讲对，对啦。但是这个时间了搁倒去呢，虽然咧，人讲诶，一家来你咩？一家什么？一家人一家代吼，对，一家人一家代，是毋是一家代有一家业？有重业，咱今仔来用踮遮嘛是叫重业呢，叫做善共业。就你家己会厝诶，嘛是善共业，人讲诶，妻子子啊业家业某业先生，就是拢一团和气，敢有真好？有啊，若无真好诶咧，迄就倒边，迄就叫啥？恶了啦，敢是恶，所以恶搁伫做伙，所以人生8苦来面解啥？怨憎会，有无？在咧怨来怨去我看伊袂顺眼，你看我袂顺眼，结果咱安怎办做一伙，比讲恶，甲迄个厝诶顶管看会底袂顺眼，内底看顶管袂顺眼，敢有？这嘛是因缘果报，所以咱就想要甲因缘果报缩小。有但是咱安尼想，要缩小进前爱不断的扩展，为虾米？各位先生，咱遐想6人年代的这啊少啊。咱进即世名咱进即世名中到有200岁，来把那个唱出来，无呀200岁佫会来伫遮，100岁嘛会来伫遮，90岁应该无应该印象有90岁，好有90岁。咱各位先生，咱甲想90岁会说法度内底，其他拢笑讲家己嘛毋知有法度食长，但是咱每个人家己拢有一把尺啦。但是咱甲想，短短的人生，你就感觉人生敢有足困难的？你遇着困难时阵，敢会感觉困难？你就一定感觉足困难的。更加何况6万年来的困难，咱是安怎过来？敢有想过？你咱想袂着，毋知影要安怎想，即世人就想袂完，还佫想甲顶死。这个部分就是要甲咱讲，要甲咱翕，要互咱的一个消，其实就是你即摆可能你人讲的6万年来做伙消，你种的力量大还是小？迄个翕要甲翕无掉去，是爱大力量还是小力量？所以不管啊，你就讲有的人就讲，我若来有当修行啊愈修愈歹运啊，感觉听过啊安尼讲，有的讲对啊，我就感觉我愈修愈好运啊。有两种2极化的但是这2极化嘛有足侪意义我虽然讲我修了愈顺，愈修愈无顺，但是我知影讲我来回当是咧修顺，甲无顺，来回当是咧修好业，来回当是咧修平安，来回当我是咧修啥？甲迄个因果消，甲迄个地位扩展。你当着愈侪代志，愈侪出境的过程，你敢会地位愈侪？敢袂？唔一定呢，会安怎拍倒啦？有无？会是拍倒啦，会安怎认可倒？那么，各位先生，拢爱甲你拍头仔，因为你是认可倒。认可倒，你嘛有法度会伫遮啦，他有法度6万年来进搁伫遮啦，拍无退。这是要给自己的，有时候我们要常常给自己鼓励，讲，咱真正是有所以啊，过来啊，欲从必讲，你甲咱削弱原因安怎不断的增加？你削弱，咱会感觉讲，即摆离有当到有做代志，各位先生想者，咱即摆
你还搞咧清头壳，搞安尼浅浅啊，也或许是有，第一次啊也不一定。第一啦，好想要甲咱讲就是，咱要甲咱消弱，要消弱啥？咱迄个欲望的心。咱已经6万年累积开始要消弱，咱来不断增强咱的长心，敢是？长心就是啥？爱向佛学啊，佛就是无有啦，无畏施嘛，敢是？佛就是法施嘛，佛就是财施，就是分享。佛的布施伊其实是无讲不变的。伊无咧讲是无咧讲安尼，我安尼退税我会有无？我安尼做我会伤忝无？我安尼讲我安尼叫我的头壳来看这经典，我敢会伤气无？无会安尼，因为知影啦，伊要消过他6万年那些负面能量，伊必须安怎爱互伊的道心道念共增强。再来将欲控制，比较控制，你要甲伊淡掉，你要甲伊丢弃淡掉，你莫不断去甲伊推出来，你会发现拢是两极化。你常常要甲断气，去搞固执，你安怎？要甲伊换位，要甲这个人的位，本底咱人的战术咱人讲3等人嘛，有下等人、中等人、高等人，但是咱的人生、咱的社会战术分这几点你若讲到有分咧，袂咱安尼问，咱每一当的纳税的时阵，咧纳税啦，税金嘛，去报税的时阵，是毋是有诶啦？足侪税金，若足侪税金的人，相对伊赚的钱有济无？一定的嘛，但是所以讲，因只讲是社会地位安尼来讲，因可能是赚钱济。到后尾拢毋免纳税，各位先生，到后尾拢毋免纳税，伊毋免纳税代表伊安怎？伊叫做弱势、弱势，伊可能因特殊的原因，伊赚的钱高了，但是伊的条件靠靠的安怎免啦？但是也有这个所以有高中低，咱以讲财务来讲社会财务来讲，有这3种人。3种人的生活品质有共款，生活品质无共款但是这种对向道的心，才会因为这3种人的心、3种人的环境无共款。受影响，袂修道的心袂因为你伫社会地位悬中低影响，为虾米？因为咱不断去看描写，不断咱的心态换。所以咱看有听过讲过去某某大间公司的董事长，来做人才，弯腰1毛钱，敢是？咱拢有听过即种的，咱各位先生，咱干嘛来做人才？干嘛来做人才？来呢，才拄我有甲咱报告不管你是倒一顶的人，一定爱做人才。你讲爱排以后，我毋捌排过，我知道。请咱的组长了了，甲咱安排来排者，你就知影。你看这阵嘛拢参与咱的家己单位，拢会安尼甲各位先生分享。你今仔来就甲排一条椅仔，请一个人坐过，2个人坐过，你甲涂骹扫过，一个人行过，2个人行过。人感觉伊摆即个活动，迄个心情真好。迄个心情真好人讲即间活动足舒适的，互我足想要来。迄叫做发心，发生一个欢喜的心，生一个想要搁来的心。安尼，即个功劳是毋是咱扫涂骹即个人，伊有来遮做过？有一个人安尼想，有2个人安尼想，3个人安尼想，有100个人来即间活动，拢感觉即间活动足庄严的，庄严就是包括咱就是整齐嘛，搁有安搁内面的整理了拢真好势，我感觉想要来，人气我也想要来。即个功劳拢送来，无畏施遮大部的亲戚来扫涂骹，来扫便所，来整理地位，来整理所有咱所谓幕后英雄。讲各位先生，伊无咧讲是，无咧讲安尼我提条迄个工作人，我是幕后英雄，所以话话因咧。
明仔载你出来水明仔载你买啦，啊，就水顶的啦，相对比咱蛮干的。上汤呀，那是水蛮干呀，谁能知道你产的那个面，你可以先到那些无人知啦。所以照是拢甲你拿手机，即个第二个阶段，正式就是毛病拢袂拿出来，啊伊咱咧拿出来表演啦吼，咱叫做做其他调行为吼。你要安怎正式家己第三种，应该较近啦吼，比第四种较近。甲咱讲，第一零食啊，自己食啊，适量食，力，来自食食强，低足食弱，强面食大气，即个强面食大气，但是你吃你爱细食，对种的那个新鲜菜，这是对一种的三点八种你的核心回都会用你的意志力强，你是可以看你的松弛力，你可以是，因为咱人袂使无注意啊，咱来做注意家己，咱什么样的条件，还有各位浅显，你感觉是咱生活个如果咱若讲明仔载，大家拢无饱会当养养，那是个偌久的时间，互咱伊啊，即个人世间，咱讲上来讲，游山玩水，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在这里当观光客？咱来去想。你讲啊，爱排以后我拜过，我知道。请咱的组长了另外安排来拜者，你就知影。你看是咱妈妈拢参与咱的家己单位，拢会安尼甲各位先分享。你今仔来就甲拜一条鱼啊，吼，请一个人坐过，两个人坐过，你甲涂较扫过，一个人行过，两个人行过。人感觉你摆即个活动，迄个心情真好，迄个心情真好。人讲哦，即间活动足舒适的，互我足想要来，迄叫做发心，发一个生一个欢喜的心，生一个想要搁来的心。安尼，即个功劳是毋是咱扫涂骹即个人，伊有来遮做过？啊，有一个人安尼想，有两个人安尼想，有三个人安尼想，有100个人来即间活动，拢感觉哦，即间活动足庄严的，庄严就是包括咱就是整齐嘛吼，啊，搁有安那搁内面的整理了拢真好势，我感觉想要来，整齐我也想要来。即个功劳拢送来，无畏死也大无浅显，来扫涂骹，来扫地扫，来整理地位，来整理所有咱所谓幕后英雄。各位先生，咱嘛是迄个幕后英雄，咱毋免着讲我看伊表演，哦，迄个人做到，毋免，咱就是幕后英雄。所以换位，要换位，爱不断的吼，来应许，爱答应啦。咱前辈讲咧吼，讲啊，咱有闲无的，咱来做啥？咱会当时间一两挂吼，我来做。啊，这是这个发展嘛是叫做有个辅助的精神。入约性工作，咱来像幼稚班的。
其实是有讲有变的。伊无咧讲哦，是无咧讲安尼，我安尼退税我会有无？啊，我安尼做我会伤忝无？啊，我安尼讲我甲我安尼经我的头壳来看这经费，我敢会伤气无？唔会安尼，因为知影啦，伊要消过他六万年那些负面能量，伊必须安怎爱互伊的道心道念共坚强。啊，再来将欲负钱比较品质，你要家己淡掉，你要家己丢弃淡掉，原你莫不断啊去家己推出。你会发现拢是良心话。哦，啊，你常常要甲断钱，去搞负钱，你安怎？你家己换位，你家即个人的位，本底咱人的战术三，咱人讲三等人嘛，吼，有下顶人、中顶人、高顶人，但是咱的人生、咱的社会战术分这几点哦。啊，你若讲到有分呢，啊，袂来咱咧问，咱每一当的纳税的时阵，咧纳税啦，税金嘛，啊，去报税的时阵，是毋是有诶啦？足侪税金，啊，纳足侪税金的人，相对伊赚的钱有济无？一定的嘛，但是所以讲，因只讲是社会地位安尼来讲，因可能是赚钱济。啊，到有迄个拢毋免纳税，啊，各位先生，有迄个拢毋免纳税，啊，伊毋免纳税代表伊安怎？伊叫做弱势、弱势，伊可能因特殊的原因，伊赚的钱高了，但是伊的条件靠的安怎毋免纳，但是也有这个啊，所以有高中低。咱讲伊讲财务来讲嘛，社会财务来讲，有这三种人。啊，三种人的生活品质敢有共款？生活品质无共款哦。但是这种对向道的心，才会因为这三种人的心、三种人的环境无共款，有所影响。对，修道的心会因为你伫社会地位悬中低有影响。为虾米？因为咱不断去干了解。不断，咱的时代会换，所以咱才有知影过讲过去啊，某大间公司的董事长啊来做人才，弯腰一毛巾，敢是咱拢有听过足侪即种的，吼。啊，咱各位先生，咱干嘛来做人才？干嘛来做人才？来呢，头拄我有甲咱报告哦，不管你是倒一顶的人，一定来做人才。你讲啊，爱拜以后我毋捌拜过，毋知道，请咱的组长了了甲安排来拜者，你就知影。你看市长嘛嘛拢参与咱的家己单位，拢会安尼甲各位先生分享。你今仔来就甲摆一条椅仔，吼，请一个人坐过，两个人坐过，你甲涂较扫过，一个人行过，两个人行过。人感觉伊摆即个活动，迄个心情真好，迄个心情真好哦。人讲哦，即间活动足舒适的，吼，我足想要来，迄叫做发心，发一个生一个欢喜的心，生一个想要搁来的心。安尼，即个功劳是毋是咱扫涂骹即个人，伊有来遮做过？啊，有一个人安尼想，有两个人安尼想，三个人安尼想，有100个人来即间活动，拢感觉哦，即间活动足庄严的，庄严就是包括咱就是整齐嘛，吼。啊，搁有安那搁内面的整理了拢真好势，我感觉上要来，人情味上要来。即个功劳拢送来，无畏死了大无亲戚。来扫涂骹，来扫地扫，来整理地位，来整理所有咱所谓幕后英雄。各位先生，咱嘛是迄个幕后英雄。咱毋免着讲我看着表演，哦，迄个人做到，毋免，咱就是幕后英雄。所以换位，要换位，爱不断的吼，来应付，爱答应啦。咱啊，前辈讲咧吼，讲啊，咱啊有闲无的，咱来做啥？咱会当时间一两挂吼，我来做。啊，这是有意义，这个发展嘛是叫做引导辅助的精神。入了性功用，咱来像一般的柔软恰机、恰住其心吼，咱性为咱共同，咱来共同有这个力量，想要即个，想要赚钱，想要啥想做济，想做济，啊想做济，咱才有力，咱才有力的重点。而且咱来甲想，要咱力的重点。即个会喘气的，真会喘气，会伤会讲，吼。啊，咱各位先生，你有把明仔载你开，明仔载你爬台车入去，你看蛮干的，上咖呀，无人敢呀，谁能知道赌场跟明天什么先到？但是无人知啦，所以正性感。
心。
其实是有讲变的。伊无咧讲哦，是无咧讲安尼，我安尼退税我会有无？啊，我安尼做我会伤忝无？啊，我安尼讲我改，我安尼叫我头壳来看这经典，我敢会伤气无？唔会安尼，因为知影啦，伊要消过他六万年那些负面能量，伊必须安怎爱互伊的道心道念共成强。啊，再来将用品质比较品质，你要家单标，你要家丢弃单标，原你莫去断啊嘛，去家推出来，你会发现拢是两极化。哦，啊，你常常要甲断钱，去搞物质，你来怎？你家换位，
咧问讲哦是，无咧问讲安尼我安尼配水我会有无？啊我安尼做我会伤忝无？啊我安尼讲我甲我安尼经我的头壳来看这经费。Kamu na. Kamu na.你要家淡定，你要家勇气淡定，原你莫大人啊，去家推出。你若发现拢是良心好啊，哦，啊你绝对要家断手，你讲你来哪？你家看开，你家这个人的开，你咱大家在做啥？咱大家做啥个嘛？哦，啊你你。
哦，
入住哦，因为即将要上。伊无咧讲哦，无咧讲安尼，我安尼计算我，我安尼做我会上跳，我安尼做我安尼。大众齐齐。请讲师分道鞠躬，讲师好。你若讲到分咧，咱安尼问，咱每一当个纳税的时阵，咧纳税啦，税金嘛，去报税的时阵，是毋是有诶人做侪税金？若做侪税金的人，相对伊赚的钱就侪无。一定的嘛，确实，所以讲因只讲是社会地位安尼来讲，因可能是赚钱侪。到有迄个拢毋免纳税，各位先生，到有迄个拢毋免纳税，伊毋免纳税代表伊安那？伊叫做弱势，伊可能因特殊的原因，伊赚的钱到了，但是伊的条件靠的安怎毋免纳，但是也有这个啊，所以有高中低，咱以讲财务来讲嘛，社会财务来讲，有这三种人，三种人的生活品质敢有共款？生活品质无共款哦，但是即种对向道的心，甲会因为这三种人的心、三种人的观点无共款，有所影响。袂，修道的心袂因为你伫社会地位悬中低有影响，有啥物？不断咱的时代的问题，所以咱靠才会讲，最简单的咱讲话民公司的当时。还有一定的想法啦，要甲想，只是啥物相对来讲只有问题哦。咱各位先生，咱慢慢来看哦。夏天，咱们来这里，热天，安尼，很多难过的咯。不管你是热天的人，你在这里，你讲啊，爱白衣啊，我买就是就秋啊，现在那种漂亮啊，你就知啊，他用钱那回来，咱的你讲呀，迄个时阵拢就是当者，你今仔来买厝呀。春夏这样子，刚刚你甲讲较少的钱，啊，钱是为什么要钱？人感觉伊买这个有啥，迄个心情真好，迄个心情真好哦。人讲哦，迄个伊迄个人讲，我做想要来钱，安尼来，我自然是日头，但是天呢是较晒热热，但是啊过年哦，这个太阳来落来，热落来，应该才才会。啊，有一个人安尼想，两个人安尼想，三个人安尼想，放个人来这间饭店，拢感觉哦，这间饭店是足庄严的，庄严就是包括咱就是整齐啦，啊，搁完啊，搁内面的整理了拢真好势，啊，伊个人咧办公室，我有想咧啦，伊毋是办公啦，即个讲是啥？去哦，遮各位先生甲是是咱拢知吼，咱出门吼，若看是乌阴的天，叫做乌阴天，甲会讲无日头天英雄。台湾话有真新鲜吼，会讲乌阴天，啊，什么叫乌？咱毋免就讲乌，看条标语啊，迄个做啊，所以伊嘛是讲的是咱不管是任何的乌无热乌无日头过年，有照天干拢来走，拢有照天干来走，乌乌是咱拢是安尼走。啊，所以伫遐咧走，伊展现互咱看，就是个阴，一个果，啊，咱落日头晒日头，然后晒到乌乌，啊，个好势来讲，各位先生讲，今站仔日头就叫新所有，咱来是一般的，咱拢车有一个人啊，是为咱讲，吼，伊人咧就日头来看来讲，即种英雄要做上做济日头，上做济，所以上做济就道理啊，即种的道理，少着伊现在来讲，咱讲的少价收钱，咱定定拢听即个，但是就哈伫少价收钱内面，就哈定容易讲出，咱逐个出息拢少价收钱，啊无其他是教你外口哪有做着来知？哇，外口真个佚佗的所在啊，人来足济啊，人来人去，哪有真济员工嘛，来看看来走啊。
真侪而且搁伫遐上黑面，等一下吼，比完了来去遐来好牙齿啊，吼，无干那衫吼，来要出来乌面乌面，我边一外口买的乌面，我真侪而且，咱真人是安尼哦，目睭看伊足够冷静的，想着哦，凊彩讲日头是少年日头的，啊，我毋知衫有湿无，头仔毛有乖无，而且身拢安怎？回家了，咱这个联想，这个联想对三观，所以还有多少时间在这里用当官的新北所以你看看，咱杨氏指导，咱咧学习方面讲，这笑价柔软这两个最重要，够重要。各位先生，这个身躯安尼，你想要甲这两叉是高，安尼比安尼够柔软，敢有？哦，各位先生，你今仔顶头够柔软，咱敢有看到迄个硬硬拢袂顶头的，嘛袂比的，有无？有目睭袂看，有耳仔袂听，有手袂比，有嘴袂讲，迄个枪硬。所以咱必须要照着咱即个身躯，咱的心在人安尼知即个当下，照着即个假，你必须要有即个柔软的心。咱较有法度甲咱自身迄个功用，甲我讲的信念啦，你甲放出。所以照假心情是一种人主要的，就是甲咱讲，照着就用来使咱的功用会，咱的信念、生命力可以发散出来，治世之法，伫咱的即个人世间，咱要安怎去甲应对进退，你跟比赛，比赛就是应对进退按的方法。啊，这种微妙的变化吼，各位先生。我念头伫迄无一定会发出来，比如讲咱这里最简单的例子，咱先看这个简报，啊，咱各位先生，咱看这个简报，简报的下底有一个人，伊抓着的是啥物色的？一个圆，迄啥物色的？刚看见，这个是什么颜色？橘黄，黄色的，黄色、橘色，你看还无共嘛吼？咱遮用的时间看就是到共款，不一样嘛。每个人对颜色，每只对颜色的这种看到的辨识到共款，袂讲橄榄色，袂讲这黄色，吼，啊袂青就讲迄是蓝的，啊袂蓝就讲青就是迄个绿色，不一定是青，因为咱若咧讲青色是蓝色，吼，甲绿色两个甲做伙叫做青。伊过去的颜色学的判断是安尼，啊，咱过去是安怎会用这来甲大家分享？就是伊因
我平准，你定定拢是我就是上公平，我是上厉害迄个。当你有即种的时阵，就要很小心，因为安尼你就无法度去体察着咱农村性的即种要甲咱讲的中、虚、弱、强，啊，佫有虚、贵、大、贵吼。咱较输来甲去发现，其实咱就会晓发出咱的勇猛、真正的一个心，甲伊克制咱即个人讲世间的即个情欲，世间的情欲，爱好忝嘛是一种情欲，爱水嘛是一种情欲，爱食嘛是一种情欲，爱困嘛是一种情欲，各位亲戚敢有想过？情欲毋是咱所指的，我是男女之间的情欲，咱人总济，所以咱讲咱有七情六欲，七种哇，七种的情绪，啊六种的欲望，哦，毋使无啊，一种就足害人，咱人就安尼家家有病，拍拍来到会做，所以啊，咱煞要来甲各位亲戚来分享进入咱的本文吼。咱本文当然首先咱先来学习中药品质，必讲伊就是中药质质，必讲品质，中药贵质，必讲品质，中药毒质，必讲品质。即种药学的中药，学习的方法，也各位亲戚报告一下。中药就是咱甲上，咱是伫伫紧第四种咱拢有学过吼。第四种就讲迄个冲来，拄仔讲冲白叶，吼，咱一开始讲白叶水啊，咱冲落迄个，要冲落迄个，咱甲上水，咱的水用手，啊，咱的地冲啊边啊，白果压起来要冲落，啊未冲落迄个，你即个动作是要安怎？压起来想要甲冲，啊未冲落迄个，浆液就是安尼，若起起来啊未冲咧，吼，甚至可能嘛啊未起起来，就是兄弟泡茶了，拢还没有遐动作，吼，还没有那些动作中药，而用之行不易。这个讲的就是讲这一段呢吼，还没有开始生发，还没开始生出所有的迄个想法之前，就是咱迄开始，要讲刀冲的开始。啊，必道呢，就是冲落去啊。要讲应该是简单讲，刀冲就是中药，啊，必道就是医用之行不易。伊用到足极致，啊，是讲袂介意，是用出手，济少满少，这项拢是叫做后壁叫做必讲，伊就来安怎？伊会甲伊错其味、解其分啊，但是伊就和其光同其色，这就是危害伊迄个啦。一开始啊未生发的时阵，甲已经生发的迄个，吼，所以即种的内面呢，会分享大意是安尼，啊，其他分做三个吼，我甲各位亲戚来报告。啥物吼，咱一般顶对顶的咧，就有影吼，拢分世间法啦，有分世间法的形式。啊，或许先就一般咱接收到的讯息，各位亲戚报告。第一部分是用世间，冰毛啊、草毛，就是用利用的。所以咱头咧讲翕中药翕质，必讲顶质，这咱就想到，你今仔若想要吼去设计一个人，咱来讲，你要设计一个人，要去学来一。伊讲有一个句话，就是一个什么讯息，迄落较特殊的物件，我就会去用这个调查，啊看这个结果。啊，当然这个母鱼这个调查的结果就是安怎，99%甲咱无关系。哦，就是讲含迄落外口无收用的啦，外口无收用的真味母鱼，这两字是99%甲伊无关系。啊，若有咧收用的呢，有咧收用叫80%，甲伊无关系。安尼这就足奇怪吼。所以咱若要开柑仔店，咁含母鱼敢有啥物关系？亲像无关系呢。啊，咱若要做头路，含母鱼敢有关系？嘛敢若无关系吼。啊，要学即个家庭，要做即个事业，种种世间上的代志，甲母鱼啥物关系？乍代志下拢无关系，逐个嘛拢认为无关系，所以讲无关系就是去赞。那么老祖上甲即个母鱼是该定做什么？
钙原的反应。意思来讲哦，这条叫做白虎汤，这条叫白虎汤。来讲伊上强的，伊所有经典内底上强的这个白虎汤。意思来讲，人啊已经差不多要out出来，这条条食落去都外咸。
高尚不为自不，叫王叫人手，万不足，万欲足，我将定之无名之痛，无名之痛，一将不欲，不欲一己，一将自己。那么，在这个文章内底，解释出来是简单。道上是讲道咧运转，道是讲道咧运转，伊是无为而无故，是互你有感觉，但是无感觉。叫王就讲分王，分王来当修这个物件，因为这道理经一开始是要讲互分王片，要分王讲互分王片，是要讲互看老百姓片，伊是要讲互分王片，所以就这条就强调分王叫人修办分宗之法。世界上呢，万物规定动将，变得明白，但是不经变做，记话字当中，在字幕当中是用命要做主宰，你袂好代表一种，你要字幕内底是用命要做主宰。所以讲，我将定制，我就讲咱家己，老祖嘛讲伊家己，咱就咧讲，众人看到这个文章的人，简单讲就讲家己。我将定之无名之空，就讲用无名这个物件来甲伊降服，来甲伊调理。无名之空呢，要甲定啊，要甲降服，要甲升华，到尾啊就讲欲言不由嘛，一将不由。到尾你就面对慢慢啊消失，慢慢啊消失，到尾就淡欲，到尾就静欲。啊，不由以静就讲，这个欲呢，无搁再有诶话，天下就自然安定，自然静。这个本文来讲的意思，就是咧讲安尼。啊，所以咱开始一条一条自己分析。那么伊的宗旨来讲，自然无为，道托无欲，清净出世，天地自然变化。所以讲，这篇的宗旨就是咧讲无为，就是咧讲出世。无为的最高境界就是讲出世。那么出世佫有别啊，伊佫有出品性、气性，也是出天生自性、先天自性。所以讲，伫即个所在，爱先要读即个无为章，要先理解即个自然是啥物。每一个版本，安尼讲着无为，拢讲叫做自然之道。所以咱要先理解啥物叫做自然，啥物叫做自然。那么，这个自然分有分点，那这个点呢，一个叫做太阴一点，一个叫做阳历苏人，这所以讲，这个自然的变化，自然的运转，其实后壁就是业咧做主宰，业咧杀这个自然。那么，业这个杀这个自然是形之下的，也就是讲呢，是判断呢，是用。伊是本体拢是阳哦，那么伊的本体里头的本体就是太阴，太阳的。那么太阴是老祖讲的太阴，也是曾祖讲的太阴，也就是《吕氏春秋》的吕布讲的太阴，这个古早经典有例子。那么伫咱的科学家讲研究这个太阴到底是啥物物件，结论就讲叫做异点，异点就讲异质之点。这个物件无法度讲，无法度讲叫异质之点。那么这个就是咱的自然的迄个本体，伊个就是叫做太阳运转这个自然的本体。那么这个做大本体下底了就是业力所在，业力。所以讲咱来看这个自然的运转，后壁有一股业力咧杀，这股业力咧杀，伊的动力对推来，对迄个太阴，迄个中心点，比如像讲。太就亲像一个大木刀，伊中心点咧转。那么放紧动了，下底就有足侪细气流，某种的气流，习惯间有习惯间的气流。那么这个气流就对咧转，这个气流，若这个大圆质的这个太阳基点无转，这样物件就无对咧转。那这个大圆质这个太阳基点转，这样物件就对咧转。可是这个对咧转，为啥物会转？是后壁
法则，法则就是变讲一个物件，伊就讲啊，我本人就是爱安尼，日头就是对啊来，伊无可能倒头转去，迄叫做法则，迄个叫做太疑点，迄个讲一个，要无安怎讲？但是讲一个理解一个，就是迄个业力思维。所以讲，咱所面对的即个自然运转带自然的变化，其实后壁就是一个业力的杀。所以华严经讲，一切法从心所生。就是讲，咱所看的到的自然现象，一切法就是生生灭灭自然现象，伊是对咱的心所生出来。啊，另外经讲，世界规定因心成体。讲世界上你所看的到甲是的到，当研究的到的物件，拢总是迄个心所变化。啊，这个心是啥物？这个心叫做业，这个心叫做因果。所以伫迄个启示经内面讲，这个宇宙的成形哦，这个宇宙的成形是所有的众生业力所累积起来，才形成这个宇宙。毋是佛国嘛？佛国是佛的这个心愿，佛的心愿所显成的，这个叫做佛国。咱若迄个啥宇宙是众生的业力所累积起来，讲众生的心所累积起某一个程度，伊就产生一个宇宙出来。啊，那么在这个宇宙当中，规定当中各种各类咱的业开始运转，包括十法界各种款对心所生出来。所以心啊，理解一点，达到无为，就法度超脱出来。若无达到无为，拢总伫十法界咧等，还是等较紧，较好过，等较慢的较歹过。等较好，等较慢，较歹过。但是拢总是业力的杀。所以咱是看一丛花，伊为虾米要开甲遮水？伊背后就是盐呢，伊背后就是有一个药盐，你甲杀。袂讲我爱开有水，我爱有迄个有味，我所以就写迄个什么叶啊、写芳啊来甲沾了后，受粉，伊的籽就好多压出去。伊希望讲我的这个品种的这种花，也是讲我这个品种的这种树啊，会当遍布占领全世，伊的出发点是业力。啊，迄落无思想的哦，其实哦，伊的思想是微思想，啊，迄个微思想的一分，伊都爱受业力甲伊的心，甲伊因个的心所主宰。何况讲是人，咱当然是离不开。所以讲，这个部分亲像树啊，亲像花，你看的拢无啥物味，但是伊后壁就是要希望伊的种子会当传遍全世界，所以各种的方法要互伊会当安怎生生不息，那后壁就是业力在做主宰。那么咱所理解的是理解讲，大自然这个自然运转，伊是业力在做主宰，包括咱每一个在自然当中是业力在做主宰。因此呢，咱爱干嘛？爱消化倒转来，莫互业力做主宰，爱回归倒对，回归对迄个太阴。迄个起点啊，回归到迄个所在，安尼较袂安怎，较袂是业力左右。啊，若回归对迄个所在，就当进入无为的境界。意思安尼讲，进入无为的境界，就当倒转迄个中心点，迄个所在。啊，若倒转迄个所在，世界上本来就无世界这个，咱叫做究竟业，无为业，意思。所以讲，自然无为，必须安怎淡朴无用，要淡朴无用。那么这个淡，毋是讲笨哦，这个淡也毋是讲变哦，这个淡也毋是讲绝，这个淡就是讲正，人咧讲正，无啥自由，但是伊自由，伊就完全无自由，伊是无啥自由。啊，旁人就讲做实在，无啥自由是做实在。会叫做无用，啊若迄个足热
舒服。啊，若啉迄个汤水咧，汤水足甜，但是安怎啉就袂起水来。迄是安怎？迄是无实在的，实在是风，你讲说正正的，啊，你讲水正正的，啉会甜，啊，迄个甜讲袂出来，感觉会甜，讲袂出来。人讲清甜，但是有人啉就袂甜，有人啉就袂甜，迄就看当下你的身体有实在要用着，然后实在用着，你就感觉足甜。比如讲你做喙焦嘛，你做喙焦咧啉着，白个啉着就足甜。但是你若袂喙焦咧，啉着就安怎？破心就有无？莫讲甜啦，啉伤济就会破心。啊，所以这就看你有需要用的就有需要。所以讲大泡饮是无是有的，重点就嘛共款咯。重点饮是无的哦，伊是有的，即个无的当中，即个无的当中是讲无过分、无执着，即个无迄个规律、无过分、无执着，那么是偏正的。所以讲到我做清净事情，清净一定要清净到有事情，啊，若用水的时候。伊无咧问讲哦，无咧问讲安尼我是袂出来。伊身体感觉是要做啥？比如讲，换一个东西，伊看着是要做，看着做啦。若我你看着做，我会说是乖，来，我摕一个布袋，我顶个月个，我手才容易的做，真正容易的，做来到我包，我爱做拍拍，变做变一个，我来顶。我唔敢变衰，我要怎样？伊遐古老古人比较偏偏创，比较做人我细人讲，因为足大只，但是我敢会惊伊，袂惊伊，我所以就遐我真顺啊，可能我感觉甲地迄地啊内底，啊看别人怎么点，咱去看迄个啥树下内，去到复兴，我会出现。但是我爱当初是看见，这件事情就是不是，就是不是。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些事情做，所以讲必须要一点清净感觉，咱说出来这个心，这是叫做无。那你无清净感觉，说出来这个心是意识，你是要那个，你是分别的，你是分别的，这是清净。所以讲，你将来偏低自己，偏低自己变，所以变得很严谨。
咱袂记无目屎安尼，而家我点看，看伊遐是意干的一个，而且空气有时拢嘛大个蛮少，所以一大片的，一满榴莲啊，拢咧卖即个片啊，甚至都卖个9块多，希望一工有大家死啊！哦，好可怕！这是所以就跳出来讲，你讲有控制，你敢有会一样做？你做啊有加减要死，你讲无有做啊，做啊若要食，你叫控制做来咬死。控制为了你知道，啊为了其他国家要做管理的可以啊，所以就我们没有控制，所以就。
都无啊，我倒来，叫做敲出一个强力主宰一个字句，毋是迄个太力的哦，是强力主宰一个字句，甲伊颠倒去着。我偏偏啊我本来想享受一个，我偏偏啊享受，我就是叫回到转来，就是叫迄个太字，我有爱伫强力随和之内，迄个代志，所以讲这叫做敲。咱若一旦敲入去就回自然之道，这个自然之道就是要讲的叫是点，因为咱本身就是对中心点咧演化，啊免搁回倒。所以一旦服务用使人心归宁静，一旦会当宁静、当清净，天花本来就在天花就可以安定。只要这对自己，你就叫是实行讲，爱有一部分的功夫，这个成叫我不能说出，我有的是水平性，是水平性。所以讲。开始进入这个分辨，多少有为，自由不，多少真相、形象甲平常。真相这个真哦，内底有三个，显地就是三个，伊补上迄个真，伊内底跟一个，伊无三个，补上人要写这个真，伊内底跟一个。所以讲这个多少。